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富士康最近和中国政府查税，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头一届了。在2005年加2012年呢，这基比创办人柯文良捌向北讲爱来讲袂支持台独，也那洪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呢，也捌表态支持九二共识。另外，这海霸王集团和远东集团呢，伫中国也捌向发过。鸿海集团下海富士康伫中国有真侪所在设厂，最近说予中国查税查用地，引起不少大商甲科技业关心。中国可能是针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不过工商界有无共款的看法。会不会罚要看事实状况，这些都跟税务规定有关系，跟政治是无关的。因为他要选总统是有敏感的，但是不应该过度猜测。台商如果说从一开始在账务上都做得很完整，就不怕他们查账。过去中国选题敏感时机对指标性的大商出手，早毋是第一摆。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基比创办人柯文良退休时阵发声明，肯定反分裂国家法，讲无要武台独。基比伫中国才会兴旺，后来传出基比技术互中国砸销。2011年总统大选进前，洪达电迄时阵伫扩展中国市场，董事长王雪红表态支持九二共识，引起争议。2016年，北京总统蔡英文家族有过商业往来海霸王集团，因为表示无实在互中国处罚，后来看广告自称毋是绿色大商。2021年，远东集团下海暗头等企业伫中国违法违规，动罚代票20.6亿。董事长持续党对外表态反对台独，支持九二共识。如果说这一些公司它在中国目前经营也不是很好，然后它也产能慢慢要退出中国了，它也不把手上的资源交出来。那是不是有同样对等的一个状况去做调查？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比较，都没有，就是很针对性的针对台商。那这个显然政治操作意义会大于产业的那个实务的问题。专家认为，大商正面临地缘政治甲避险问题，部分客户要求退出中国市场，减少伫中国投资规模。因为最近中国豆豆针对大商外商查税查土地，这恐惊甲政治或者是针对特定产业发展这因素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一只上海岸的船，20出海时阵煞互物件夹着，迄当时军备局当咧试射迫击炮机弹，外界拢伫咧质疑讲这是去互军方扫着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上海岸的船无走入去警告范围内，目前也已经把这证据交予第三方单位鉴定，2礼拜内会完成报告。依然一只看海岸的船，一早载客出海中途，互不明的物件拍到，造成船长小玻璃甲栏杆害去。因为都是军备局大号兵器场咧试射迫击炮机弹，外界怀疑是遭到国军误射。国防部长邱国正23日立法院表示，国军试射进前有讲过，不过这只船并无进入警戒范围，是不是互炮弹拍到，要去调查。这也就疑点啊。事实上，我们看了讲，我们那个弹。并是一个炸射的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上面那个擦过那个痕迹啊，把它刮下来，要鉴定。它的栏杆是不是会因为东北季风很大，漂流木顶浪泡上来打到之后，这个也是有可能等等的事件，我们都是不排除的。军备局表示，这案件已经交予第三方公平单位鉴定，会在2礼拜内完成鉴定报告。另外，被指控牵涉战乱涉弊案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甲共党立委吴淑怀、廖婉珠等人提案，当会明年度战乱3亿的预算引起批评。马文君不满提案被提前公开，吴淑怀是表示，各向媒体放话就将预算全部删除。如果你再让这些国防部体制内的人在媒体放话，我告诉部长。我就删减全部预算，大家来谈。国防部会让我们觉得在联合执政党攻击在野党，而且是要逼迫立法委员撤案。鲍委员，我们国防部立场一向在立法院是依照立法院的委员行使职权的这个相关的法来遵守这种行政中立。马文君日伫南投开讲的时阵表示，烦恼将南正做铁观察。国防部反击认为，本案的名号对国军士气甲形象有负面冲击。另外，传出前海军上校舰长黄前辉捌去海军造船发电中心试探战乱机密消息，邱国正回应，绝对无用分替我人到军事单位自由进出，佮发表种种言论。记者综合报道。
这物件处理便便要做料理是真方便，不过食药署公布今年7、8月啊，针对市场伫咧卖肉品、海产进行调查，所发现讲有2件产品无合格，一个是台湾现白虾仁，一个是乌骨鸡，这抗生素拢超过标准，这来源厂商拢是伫咧台南。地方卫生局也已经甲违规业者开罚咯，也若要追查这共一批产品，全部拢爱回收。 台南市这间水产行铁门右来大门锁掉的，因为店内卖的白虾仁，互人验到有抗生素违规。卫生部食药署23公布，今年7月到8月，针对传统市场、大卖场等禽畜水产品做农药的残留抽验，结果发现有2件产品无合格，来源厂商拢伫台南。第一件是台湾现剥白虾仁，检出了不得使用的一个抗生素。那第二个不合格产品是乌骨鸡。 食药署表示，无合格的产品是台湾现白白虾仁，供应商是台南市乌金水产行，验到抗生素林可比素0.002 ppm， 照规定是袂使验到。乌骨鸡是验到抗生素3价用便胺嘧啶0.2 ppm， 超过标准4倍。乌骨鸡里面有残留有过量的3甲氧下嘧啶的话，就担心说民众吃了那个肉，担心容易会有过敏反应，然后也担心说。 有可能会肠胃道不适，不过当然在临床上，我们也注意到说3甲氧下嘧啶过量使用也会影响肾功能。医师建议消费者优先购买信用良好的店面产品，通保障消费权益。食药署嘛讲，地方的卫生局已经分别对2间违规的业者罚6万到3万块，要搁追查共批产品的流向，甲因落来甲回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个姓郭无牌的灵宝。 伫顶年时阵，伊对网络顶头引到一个无到1岁查甫婴仔来带，这过婴的过程呢，竟然甲囡仔掠起来害，造成婴仔有真严重的外伤性脑损伤等等。最高法院呢是依期进行的一个审判，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囡仔犯伤害罪，判这灵宝就要关2年。 这查甫婴仔伊阿有讲话，子女也未1岁，爸母对网络找照顾人规工来甲照顾。 结果过4个月了后，囡仔雄雄一直吐一直喘，唔知人互紧急送病院。囡仔老爸告这个照顾人涉嫌虐待，讲这个囡仔脑部有真侪所在积灰拢肿起来。小朋友是被施虐，因为他右半边就是直径12公分，然后半径9公分，就是等于右大脑上基本上都是淤血。 虽然这照顾人一直讲伊无虐待，讲囡仔是家己弄到绊倒，也毋过一直心拢指出，这4个共照顾囡仔的人无证照，无得到家属原谅，参考病院鉴定的意见，认定伊因为不明的原因，一直害这个囡仔的头壳，造成严重的外伤性脑损伤，妨害这个囡仔身心健全发育。而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判刑2年定案。 而甲童经过医生细心治疗以后，无论生长速率、视神经以及中枢神经结构都在正常发展范围之内，并没有达到重伤害的程度，所以原审论处被告犯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行，并无违法可言。其实照顾细汉囡仔，千万袂使大力甲伊摇解害。医师就提醒，尤其是无满1岁囡仔，脑部发育也未成熟，若是大力甲伊摇解害，恐惊造成脑内出血。 轻者脑压关起来，严重影响喘气，会危及囡仔性命。那轻则像脑性麻痹了，或者重则什么，他走路行动方面有困难，或者甚至需要长期卧床，这个也是都有可能。这个脑细胞死去，医师讲就无法度再恢复，忧郁症也一直来。那照顾细汉婴仔，小可轻轻仔摇就好，相对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伫今年4月，伫咧彰化河美的嘉庆路，也有彰新路路口发生一个小学生的死亡车祸。彰化县政府伫9月完成改善工程了后，却出现讲这赛车的人也未惯死过路人甲庇护岛，却一直咧出车祸。这2个月来，上无有3件车祸啊！这台红色的车弄到一个行人庇护岛，连阿轻甲车身拢挂着。 这台车更加直接骑在顶面，袂顶袂动。另外一台粉红色的跑车，车头更加是规拢歹去。彰化河美的这个路口，经过道路改善工程了后，附近的民众讲，车去压着也是弄到情形，反倒当时更较多咯。拢家爬去，拢爬去安全岛悬顶。安尼。两台爬去啊，一台吼，拢3台吼，今仔搁下倒搁1台。啊，袂去进前无即种问题，袂安尼啦，无即种问题啦。
今日伫个中华河边的嘉庆路甲中心路口，一个小学6年级的学生伫遮不幸互车撞死。官府检讨原因，发现者原本无行专线倒救，也无行人庇护岛，常常有要倒我的车抢紧，一下就切入来，危害到过路人。今年9月完成改善了后，加行专线倒救入来，并且增设行人庇护岛。不过，未少开车人无遵照行车导引线，才弄到庇护岛。A3类的交通事故13件。然后大多数就是在我们左转弯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 A 柱死角。民众讲，当地瓦郡工业区加国道3号来往的车真多，新设的庇护岛无警示，常常被弄掉。警方赶紧劝到这3个水，希望减少事故发生。官府讲，最近来重新来检视这车辆行车路线。我们导引线会再把它画的半径小一点，让它降速。不要去 A 到那个庇护岛，左转的时候要约略让这个引导线去对齐你前挡玻璃的左下角那个位置，就会依照着设计好的轨迹去做左转。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相关道路规划都要提供过路人庇护所在，买导引车辆进入正确车道，建议使初期先设置防止弄到条案以外，开车人的习惯嘛要改变，才能确保人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世界之上呢，对这个以色列也个哈马斯的冲突，拢是有国家给支持。亲像北约组织、亚太联盟，也个这个欧盟呢，拢是支持以色列有权利采取军事行动来做自我防卫。那拉丁美洲中东等国家，大多数国家拢是认为讲，这双方都有责任，应该爱赶紧停战。南部湾加沙的边界甲北部湾黎巴嫩的边界，伫以色列军队前后出动战机空袭哈马斯甲真主党据点了后，拢出现大规模地面部队，包含主力战车、自走炮、支援的车甲真济步兵，拢进入备战状态。愈来愈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反应真无同。以美国为主的北约组织、加日韩、澳洲等亚太盟国，拢谴责哈马斯主张以色列有权用军事手段自卫。不过，拉丁美洲、北非甲部分阿拉伯国家，甚至也是北约成员的土耳其，也有中国甲东协各国，是同时谴责双方造成百姓大量伤亡，佮呼吁马上停火。另外，世界派为主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佮加上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是表态支持哈马斯。因为黎巴嫩迎来真主党甲哈马斯共齐阵线，以色列伫备战的时阵，也要求北部边界城镇居民赶緊撤離。פינוי מסוג זה, שכבר נעשה בכמה יישובים בגבול הצפון, מאפשר לצה"ל להרחיב את חופש הפעולה המבצעי נגד ארגון הטרור חיזבאללה. It's complicated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and we're strong, and also it's over quickly. 美国伫支持以色列同时，也要求爱确保政军加沙拍地面战的时间，来争取更较侪时间，互真济用释放。不过，以色列已经派小部队进入加沙收集情报。以色列军队甲哈马斯前后指出，有一个以色列士兵死亡，另外3人受伤。另外，为以色列甲欧美国家拢有民众伫家路集会，呼吁各国努力，互真济较早放出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利用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机会，表示希望互哈马斯绑票真济。早日放出来，公司新闻徐家珍朋友。第二批由14台拖拉机组成的人道救援车队，24暗时由埃及的拉法关靠山入去加沙地区运送这的补给物资。不过，以色列继续伫咧空袭加沙，3间病院附近如果再传出爆炸声音，这死伤到呾是唔知影。这战争爆发到呾呢，加沙地区呢已经有1873个囡仔过往，也阁有上百万的囡仔需要庇护。第2月头一批20台人道救援车队进入加沙了后，第2批物资也伫隔工2日暗时由14台卡车组成的车队送到位，内底有食物、水甲药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格里菲斯讲，这为加沙地区的人民带来一点仔希望。也来讲一讲，美国总统拜登也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卡里面继续向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提供这类关键的援助。不过，极右派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讲，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人质，那无应该保证继续放行这援助物资。主权团体律师会强调，每天军台卡车运输量根本就不够。ايش تكفي غزه؟ انت بتجيب نقطه في بحر
نقطة في بحر بتجيب لغزة. غزة كل يوم كان يخش عليها 700 شاحنة، مش 5 شاحنات. ايش ال5 شاحنات؟ لمين؟ لمين في العالمين؟ عندك كل غزة منكوبة عن بكرة أبيها。伫以色列是继续进行空袭，加沙3间病院附近拢传出爆炸声音。无国界医生组织讲，进当地医护人员超时工作，几60台车物资根本都无够。烧烫伤外伤患者无麻醉药啊，有些人人要死无消炎药啊，三步这物件清气水拢无够，真侪囡仔落屎。因呼吁温存一个援助尽力，并且保障救援者安全，互因尽可能会使救人的性命。It's a recipe for outbreaks, and it's a recipe for a disaster. 加沙卫生部讲，对10个初7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4651人死亡，14000人受伤，其中囡仔罹难者有1873人，比大人男性还较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巴勒斯坦问题代表埃尔米讲，加沙地带始终有100万的无辜儿童，真需要保护甲人道援助。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在进前呢，伊朗可能搁再发生这少女违反着包头巾的规定，伫地铁内面和执法警官发生冲突，而且分歧啊！这代志发生到今已经是3礼拜了。国营媒体也报道讲，这位少女魂迷不醒，已经闹死啊！伊朗国营媒体日报道，这个月初伫地铁倒落去的16岁少女格拉凡已经闹死。根据现场人甲活动人士指控，道德警察因为伊无戴头巾来拍伊。不过当局讲，格拉凡本来就健康有状况，是家己昏倒。格拉凡的爸母甲活动人士迄时阵拢无马上证实伊的情形。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根据伊朗当局公布的监视器画面，格拉凡伫月台等车时阵无戴头巾，列车到位，伊甲2个查某囡仔行入车厢，无偌久，一个查某仔退出到月台，身体向车厢弯腰，帅气甲其他乘客斗阵将昏倒的格拉凡赶出来。格拉凡送医时阵情形无乐观，佮有大批警力就伫病院。活动人士表示，格拉凡的爸母被要求不准伫社群媒体打文，不准甲活动人士讲话。当局无公布车厢内甲车站入口的监视画面。这代志，互目前议员因为过身的科特族女子艾米尼，常常有动乱的伊朗更较敏感。艾米尼被讲戴头巾的方式无符合规定，而且被掠拘留期间死亡，了后引起全国反政府示威。伊朗政府操残顶塔个逮捕示威者，引起国际批评。格拉凡闹死消息是不是亲像艾米尼死亡引起的全国示威？还个观察。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菲律宾和中国船10月初烧起了后，自治搁伫咧南海烧动。菲律宾的船舰当咧执行运补任务的时阵，和中国的船烧动。中国这边是强调讲，因的行为拢是合法，也批评菲律宾是故意来互因弄的。那菲律宾是骂中国是使用一种危险、无负责任、佮非法的行为。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是挺菲律宾的。那这里讲到这南海主权争议，即马是变搁较紧张啊。头前这台白色的船一直划过来，尾仔就真正弄着。这台白色的船驶走了，会当看到船边写着中国海警。菲律宾的军方指控中国的海警伫22早起踮南海仁爱大沙附近危险砸船，去弄着菲律宾军方营运的补给船。另外一台中国船也甲执行护航任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去相撞。菲律宾发表声明，以上强烈的言辞谴责中国的危险、无负责任、非法侵略菲律宾主权的行为。中国海警局是反指控讲，是菲律宾的船走入去南沙群岛仁爱岛附近的海域，挑工制造事端，想要让局势变紧张。中国海警船也几多遍警告无效，才依法甲伊抓来，一切拢是正当合法，责任完全伫咧菲律宾迄边。恶意碰瓷制造事端，升温现场局势，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威胁我方舰船航行安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是伫社交平台 X 发文，谴责中国破坏菲律宾最近的合法补给任务，无顾到菲律宾军方的性命安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上任了，改变前总统杜特地的亲中国的态度。想要甲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包括互美国出入更加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要造成马尼拉甲北京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南海是世界上上无形的贸易航线之一，
中国宣称有差不多规个南海的主权，也那周边的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加越南，也对这片海域提出主权的声明。公司新闻新罗配编辑。最近，这中国和澳洲的关系有变较好小寡。双方伫礼拜宣布，已经针对进前的贸易争端有达成协议。中国会解除澳洲桃团加这白亚的进口限制，而且也要来恢复进口这澳洲的葡萄酒。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后个月初也要访问北京。中澳关系继续回温，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拜日宣布，葡萄酒收起中国贸易壁垒，有希望伫最近解除。中国商务部了后指出，同意掩饰即卖高关税措施，双方针对伫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已经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We're very confident that this will result in once again Australian wine, a great product, being able to go to China free of the tariffs. Which have been imposed by China. 澳洲伫疫情期间，进行保守派政府要求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调查等各种因素，致使中澳关系恶化。北京当局为自控年开始对澳洲桃团、木材、大麦甲葡萄酒等真一种商品实施进口限制，互澳洲每年遭受240亿澳元，将近5000亿台票损失。不过，工党政府去年5月上台了后，就直接改善甲中国关系。北京也陆续放行对澳洲产品的制裁。这个月11号进一步释放指控间谍罪名，被扣押3年外澳籍华裔记者邢瑞。中方对中澳关系发展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呢为葡萄酒输去中国扫毒障碍了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要伫下个月初4到初7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总理李强会面。这是2016年以来第一摆有澳洲总理访问中国。公司新闻在会面变形。立陶宛国会议长史米利特带团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伫中昼呢邀请访问团食饭，希望会当强化两个国家的关系。下晡记者会有媒体伫咧问讲，敢会烦恼讲访问台湾了后遭受中国威胁的？史米利特是表示讲，世界上不应该有一款针对性的警告，两个国家的议员也拢爱加强合作。穿那些外套点出亲切的笑容，立陶宛国会议长史米利特带访问团来台湾，这是继捷克议长韦德奇了后第2个访台的欧盟国议长。史米利特今年40岁，踏入政坛前另外一个出名身份是西洋棋列级大师。23总统蔡英文宴请访问团，希望强化台日双边关系。史米利特也认为，这对其他国家来讲是一个试验。I believe that Lithuania's and Taiwan's cooperation can become a success story. Today one can feel that we are a litmus test for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Our common efforts, I believe, should prove that democracies working together. 我相信，台湾和立陶宛相互信任以及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强化彼此的经济韧性，也能够持续深化伙伴关系，一起为全球的繁荣和平更尽力。副总统赖清德再去接见史米利特的时阵嘛，感谢伊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史米利特认为，伊即个来台湾进一步证明立陶宛实践伊印太战略，世界规则特殊遭受威胁，民主国家加强合作正重要。下晡伊甲立法院长尤锡坤做伙召开记者会，媒体问伊来台湾敢会烦恼气候中共施加压力，史米利特嘛强硬表示，世界无应该有这种针对性的警告。Our success in expanding our economic, human, and other ties with Taiwan is not directed against any country. Therefore, I do not see why it should prompt any warnings. 史米利特嘛表示，这届带商务代表团来台湾，因为因认为台湾是半导体、雷射技术加其他高附加价值领域真重要合作伙伴。立陶宛也真有可能变做台湾通往欧洲的门户，为人民带来具体的共同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和中国上海自2013年签署双城论坛合作备忘录了后，但年拢会互相送册，放伫咧图书馆。刘议员表讲，伫咧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的上海之窗沃托北京专区，竟然有放统战内容的册，就咱的言论自由伫咧宣传统一的思想。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8月去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时，似乎强调会以对等尊严的原则来交流，而且自2013年签署合作备忘录了后，当年拢会互相送册。但是台北市议员林彦峰23指出，伊收到民众တင်前讲，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上海之通阅读北京专区的册，竟然有统战的内容。议员质疑这唔那违背市府当初讲的对等尊严，嘛有看轻咱主权的情义。这些涉及统战的相关的言论，包含了一国两制或者是和平统一，这样的话内容的这册，拢藏伫咱的图书馆内底。上下面各有一个中华民国1949年已经灭亡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结果咱无甲审查，没有把关，就竟然大剌剌的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认为这个把关的机制是失灵的。议员林彦峰质疑台北市教育局和台北市立图书馆根本就无照期工地审查，要求把这寡牵涉侵蚀台湾主权的册水落架，若无就是爱改进专区电视的方式，维持观点和思想的平衡。其他的图书馆至少人家都保持一个平衡，是它不是一个专区，它旁边还放有一些我刚刚提到的关于台湾民主自由的相关的言论的书籍。展示的方式跟重点，我们可以做一调整嘛。所以刚一做那个建议，我觉得相当不错。针对议员指出有争议的3本册，包括习近平谈建国理政、中国的历史、甲福囡仔的历史地理。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目前已经把册摕落来，经过进一步审查，若是无问题，要是会摆出来电视。因认为民众要是有知的权利，嘛希望大家家己爱有判断的能力。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针对票发纳卖黄牛票的问题，伫文创发告过修法过了后呢，高雄市已经罚6个人罚30万。不过台北市到今呢收到500多案，却无一案来甲因处罚的，引起众人议论。台北市文化局长蔡世平表示，有4案会当处罚，其他案件也会继续追踪。演唱会现场歌迷排队排真长，因为进前南韩女团 BLACKPINK 来台湾演唱，为少黄牛炒这个计数卖票。疫情解除禁令了后，艺文活动恢复，黄牛票分队搁再出现。文创发5个修法过了后，高雄市已经对6个人卖黄牛票行为来罚30万块。高雄市政府也成立了一个跨局处的调查小组，那进行黄牛的相关调查。目前已经查获44个黄牛的案件，那也开罚了6件，另外的38件也陆续进行开罚中。由于演唱会主要集中在台北、高雄，不过甲高雄市比较，台北市6个到即阵已经收到文化部检举黄牛专区的分案511案，其实拢无开发。文化局长蔡世平伫7议会备询时讲，已经有4案可能成型开发，其他案件会继续来追踪。裁罚基本上是一个宣示啊，就是要捍卫消费者的权益啊。511个案子，有80个案子，我们是在具体的往这个走，4个现在大概是会成型了。所以说，文创化对黄牛行为、对艺文表演票加计算卖，也是不同方式摕到这票券，并按照这张数，以票面金额也是定价，相当罚58罚款，也是处相当3年的徒刑。高雄市的这个跨局比较快速的用跨局处事的这个做法，好那个联系这个经验，然后想说可能也让其他的地方政府能够参考。蔡世平也特别讲，违规经济的认定困难度真悬，对着高雄市跨局处调查这块也参考，解决认定困难的问题，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报出中对接到通报和相关单位去到台中海线一间汉药房，查到店家违法伫咧卖西牛角，互一个钓竿的民众赚400多万，落尾依照违反着亚保法移送法办，这食西牛角来钓竿民众食这西牛角，有关无好势，也是登记啊。中医师表示，讲这药啊，若准买来乱食，颠倒有败害，甚至会中毒。保持环境活动相关单位入要到这间中药行来收索，因为因接到线报，也在摄像贩卖已经禁用的西牛角，而也在看到警方来啊，只讲店内底已经无得卖啊。我这拢摕出来，互你落来，互你看来。对啦，这个是，你那个东西拿出来就好。环境后来提出民众提供采讲当时的画面。也才坦诚贩卖事实，原来台中一个好心民众因为钓竿5升西牛角粉，会使抑制病情恶化。为今年开始，向台中市海线这间中药行，前后买了6处的西牛角粉来食用，不管是无效煞来过审去。委托中央警察大学做鉴识比对，
确认粉末确实为濒临绝种的印度犀牛，是第1级保育类野生动物。警方调查，也这2年以来，为这个患者身上，就迄个480万了从中药行的零售负责人，甲当时贩卖母亲，以违反野保法来上班，相关采取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以上150万以下罚金。有中医师表示，西柚苷是正规药材，主要是用来解热，不管因为国内禁用，会使使用其他药材来替换。只要正统的中医诊所，一律都禁用。就像一些那种黄连、黄芩这些植物类东西，它虽然没有犀角松那么效果，可是它配合来讲，疗效可以看得到。中医师指出，西柚苷因为处理不易，而且已经是禁用，民众若是家己乌白来买，服用过量可能伤身体，用电话可能会中毒，无建议家己买来使用。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伫咧屏东车城海口港有一只游艇，21日咧竹坑海峡冰船，船顶有3个人，2个船员救起来，船长出来失踪。这海巡人员把握黄金72点钟的时间，赶紧找人。也那民间的搜救团体昨夜来斗找，却因为风影伤过大，这搜救任务变甲真困难。救难人员穿呛水装备，准备出海找人。一只停伫屏东车城海口港的轻型游艇，20出海了后，伊透早伫满风渔场附近的竹坑海域失去动力。接到通报的船仔到场的时阵，游艇已经冰船，船顶3个人但有救到2个员工，船长落海失踪。廖进船长落海失踪，海巡署南部分署第8巡防区第6岸巡队、无人机区队、第14海巡队直属船队。车城消防分队及空中勤务总队等8处单位客阵于现场海域，持续搜救。无人机出动对天顶查看，海边每几公尺都有海巡人员以吊架找人。海巡船只更是一直伫海上巡逻，海巡甲真侪单位分别伫陆海空搜寻。民间救难协会义议嘛加入，但海上风影大，增加救援的难度。风浪很大，海底它比较深入夹岸我们潜水员下水都有带手电筒今天人数比较多他最后的消息是在定置渔网那边我们今天的重点都在满丰定置渔网那里海巡甲民间团体23加派人手，但到透早10点为止，还未找到船长。相关单位伫满丰渔场附近扩大搜寻，希望把握黄金72点钟，找到失联船长的下落。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去年7月开始征收连步道的栏杆，也有登记进行。观光局表示，讲这步道的栏杆已经开始设警告，而且有定记录，按算明年过年之前会当完工。高雄知名景点龙虎塔已经征收一段时间，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步道边仔栏杆歹去，顶悬干那用大布绑起尔，感觉是真危险。而潭水嘛，因为游泳化变甲真垃圾。居民表示，尤其是热天有食物伫水内底，有时味是真臭，嘛有鱼仔死去。水过烂去烂就会臭嘛。最近有清龙虎塔旁边栏杆上的胶带，在国庆假期结束卸除国旗之后就已经清理完毕了。至于破损的栏杆，目前也已经围设警示带。龙虎塔过亲像工地，因为伫去年7月开始征收，游客暂时无法度入去参观。即马连周边设施嘛需要修理。附近店家表示讲，生意加减拢受到影响，不过嘛是真期待工程完工，会当带来更较侪观光人潮。上加减拢有啦，但是比几两年来差不多拢安尼啦，宽适好啦。现在整修这样子，很多人都喜欢来。其实莲池潭最近游泳化的问题已经真久，水利局表示，因为水池并无活水，佮加上雨水佮家庭污染水流入去，互藻类营养。目前水利局会将民生污水流入去污水处理场来改善游泳化的问题，而且步道栏杆嘛要伫明年过年前完工，毋望会当互游客一个全新莲池潭。记者张义辉、顾超勇高雄报道。伫高雄弱势囡仔就业辅导协会伫美朗的办公室兼庇护工厂，顶礼拜5因为这隔壁的金砖店导火烧，货柜烧过来，甲因工作坊的设施拢烧了了。即马是透过社会局等单位甲因协助，希望赶紧找到新的地点，恢复正常生活。这里都烧坏啦，
韭菜批烧灰设备，也有咸鱼作品全部予大火烧歹，好志刚才唔甘。高雄美浓一间金纸店20发生火灾，大火烧到隔壁6间厝，其中都包含高雄咸鱼就业辅导协会加所属的咸鱼油，后该再无人员伤亡。一直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我们就是一直撤离到那个安全的那个范围，然后后来那个消防队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小朋友是很惊慌的，他们就是想着要回来拿书包，那就是要很用力的，就是把他们拖走。工作场内如苍苍，干年体设备的损失就超过200万。20个咸鱼平常时是靠做灰啊加手工杀文义卖做收入的来源，而且部分学员因为担心经济这因素，爱靠协会加薪。即马维持生活的工作场所规个烧毁，社会局这单位赶紧协助。当局当天就协调2处的场所来提供这个据点持续的营运。议员是来协调，就是说，可能我们协调美浓国小看有没有空教室，那可能会暂时在美浓国小安置。社会局表示，相关设施设备会协助找经费补助，因为原地址对面有公车站，考虑咸鱼交通加适应问题，国家厝主管理中建帮社，协会决定先找所在暂时先住，听候厝起好，再搁搬倒转去。5万外界会当伸出援手，斗3共因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互人叫做反光镜菩萨的张秀强，在生进前呢，让法官去设路边的反光镜，提升交通安全。伊伫咧2022年过身了后，对民间团体自愿发起设反光镜活动，希望会当传承伊做好代志精神。天都还未光，就传好势出发。张秀雄先前逐工义务伫北台湾各所在设路边的反光镜，伊因为退休了后，亲目看到车祸现场反光镜真垃圾，尾就逐工骑车早推加倒步4架设反光镜，已经伫2022年过身。有民间团体选择发起设反光镜活动，伫各地原来引起大家回应。不止他们会陪我们一起擦，有些甚至还会准备一些零食、饮料来给我们年轻人加油打气，也跟着我们逐条街的走下去。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在用路，他们不会去看反光镜，但是你自己擦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反光镜其实是很好用的，就是你在一些死角的地方，你看反光镜，你可以看到来车有没有来。上会就各行各业的民众做伙响应设反光镜，同时也配合交通部做伙宣传守护行人安全。交通部表示，反光镜大部分会设伫无车顶街路交叉点，也是车道出入口，来辅助驾驶了解路况。平时拢有维护单位，不过确实是有一寡所在因为气候的影响，较会无。任何民众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可以主动，不管是通报我们或他帮忙擦拭，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让我们公司部门大家可以一起来合作，来维持这个交通安全。交通部表示，路建民间甲政府协力，互交通安全有更较侪人注意，也互较早点点设反光镜的张秀雄，会当有人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一个卑南族的部落，因是让15年，搁再举办这守护神祭典，希望透过这祭典呢，甲所有人牵活来，而且甲这个文化传承落去。卑南族巴布洛部落的族人，透早穿传统的衫，做伙聚集伫部落的守护神头前。部落的祭司准备金石叶啊，铺伫涂骹当做祭台，而且放德讲做的酒杯啊。不过这品是真特别，敢若厝伫婚事顶部分的所在，来代表一只猪，简单隆重来办祭典。不像汉人说整只猪这样拿去拜这样，我们是这样切。巴布洛部落的守护神。传说伫日本时代，透过祭祀祈福，互部落避过战争甲水灾。不过战后，守护神一直对部落牵线。15年前才正式搬来即卖的聚会所，才有固定的场所。捌举办过一届所有部落守护神祭，不过后来就由各家族家己举办。即届过15年，有部落的族人提议，即款的祭典族人就要去放袂记哩。为了互族人团结起来，各举办一届所有部落的守护神祭，传承部落祭典的文化。在2战时期，我们也避开很多的，比如说那时候美军来轰炸这个我们部落的时候，都被阻隔在外面。最近可能有一些的活动，造成大家有部分的不清楚，可能会说不满意。那有透过这样的，大家能够把心胸放宽一点。巴布洛部落的守护神祭是部落日常的祭典，日期是由部落家己决定。即马要往年底，卑南族就要展开年祭。有族人先甲宫前顶顶的蜡具摕出来祭拜，祈求今年年祭当中的大蜡祭会当大丰收。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互母语伫咧在地定根生团，中华会团交爱国小和社区合作开台语托育班，用台语来认捌家乡的特色，培养囡仔讲母语的兴趣。囡仔大声唱出代表中华会团西施优的歌曲。中华县会团乡的叫爱国小参社区合作举办台语读剧的课程，以在地文化做主题，绍介故乡的特色。梅花、樱花、李亚花、棒年花、甲金针花。国小的教育嘛是国语、台语，台语是母语，咱的故乡的语言，所以用唱好因加强伊的意思。会团出产的绿竹笋、酸仔油，佮有最近这几档真出名的好山盐、金针花海，拢是课程的内容之一。学生唔但学到台语，佮会当了解家乡的文化特色。先来认捌咱家己的家乡，咱的会团，迄是真要紧的代志。因为其实啦，咱台湾的教育体制内底，咱的课纲拢无咧较罕咧教咱的在地的在语地啦吼。叫爱国小表示。这届甲社区合作试办台语读剧班的效果真好，按算明年会继续举办，正做固定的课程，用生活中的议题培养囡仔人讲台语的兴趣。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即摆的人愈活愈长会受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各国政府就要提早定出健康个人生活指南，提高民众对食老生活的准备意识。根据研究数据，65岁老大人退休了后，要能保持活动力的时间平均有10年。如何规划这段时间，是影响老年健康甲生活品质的关键。WHO 针对欧盟会员国提出的人口老化营养措施报告，建议各国政府赶紧研究健康个人生活指南，鼓励民众建立良好的饮食方式甲运动习惯，各积极维持人际互动，确保身心健康的生活品质。建议真好的生活方式，包含65岁以上老大人爱加食粗橄榄油煮的菜色甲肥肉的地中海饮食。另外，第一运动每礼拜至少爱2点半钟的中度有氧运动。若是保持真好体重的人，每礼拜75分钟的运动就够啊。另外，一礼拜至少安排2天的重训来增强筋力，避免绊倒造成失灵。In Finland, they have a very multi-sectoral approach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ctivity, in developing the infrastructure, cycling and walking paths, ensuring access to local parks, sports for all programs, so older adul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s. WHO 呼吁各国赶紧拟定健康个人的促进计划，而且提高民众的老年生活准备意识，来因提高个人人口的身心健康品质。欧盟有讲每年上济营生80亿欧元的老年医疗加照护费用。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法国轿车业者的这个平台呢，结合速度更较紧的5G 网络，在咧巴黎顶地区推出全自动驾驶的送货服务，这货车先出只高水，咱做回来看卖。这只无人驶的送货车玻璃顶悬有一堆古锥的目睭，到目的地了后，顾客若透过扫 QR code 为车厢内底提出买的物件。法国互联汽车业者为去年4月开始，甲电信商合作，在巴黎南郊的帕莱索顶地区推出3年的5G 开放道路计划，希望结合自驾甲5G 传输，提高服务品质。Ce droïde de livraison, dans le cadre de cette expérimentation 5G Open Road, est piloté à distance par un opérateur qui supervise et contrôle le droïde sur la route. 法国电信业者指出，5G 无论是应用在自驾领域，或者是传统驾驶的车顶悬，因为传输速度大大提高，安全性也更较有保障。Bon, la sécurité est un point important pour ces services de mobilité autonome, parce que vous imaginez bien que si on peut attaquer les véhicules et en prendre le contrôle ou dérégler la façon dont ils fonctionnent, ça serait un vrai problème. Donc la 5G amène un niveau de sécurité qui n'existe pas aujourd'hui sur la 4G ou même sur le Wi-Fi, sur d'autres solutions radio.
法国荷兰汽车平台计划进一步提悬自驾技术，加扩大5G的布局范围，让自驾服务能更加普遍。目前，中国甲美国伫自驾领域发展开亚澳洲，伫北京甲旧金山已经推出无人驾驶机动车的试验分。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到新竹对23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8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